超大隻，勁靚勁可愛啊！準備入場啦！足足有10萬尺嘅嘉年華，一入場就見到勁大隻 Kuwami 啊，仲有勁大隻嘅 My Melody。留意下佢哋手上有支迷你嘅棒棒，超得意啊！旁邊仲有好多打卡位。點解有啲人話係伏，而我又覺得中咗毒呢？因為天雨嘅關係，第二日係冇5米高嘅造型裝置睇㗎，所以有啲人入場係睇唔到㗎。呢啲係要玩遊戲換嘅代幣，而攤位遊戲呢就有冰壺球啦、投籃啦、同埋拋環啦、拋波啦，同埋洞洞球。而最受歡迎呢就係 My Melody 同埋 Kuwami 嘅彈跳園區啦，真係整得好靚啊！分咗 My Melody 同埋 Kuwami 嘅區域，可以自由選擇區域入去狂跳狂彈。夜晚播埋音樂，直情變咗音樂跳彈床，啲小朋友玩得勁興奮啊，好似去咗兒童 disco 咁。不過因為天雨關係，有幾日係冇得玩跳彈床㗎。有啲朋友嚟係專登為咗玩跳彈床，佢哋真係好失望啦。雖然安排上有少少混亂，但係成個嘉年華都整得勁靚啊！本身我係中意紫色同埋兔仔，嘉年華入邊嘅 Kuwami 都係粉紫色㗎。就係呢幾日我深深愛上咗 Kuwami 啊，好似中咗毒咁。4日嘅活動，你哋估下我嚟咗幾多日？我係入咗3次㗎，每次入場188蚊包10個代幣。本來係想玩攤位遊戲贏公仔，點知最後嗰日話唔再送公仔喎，所以決定係夾公仔，每次5蚊，唔用代幣㗎，勁開心啊！終於夾中公仔啦，中咗細嘅 Kuwami 啊，超級靚啊！最中意佢手上嘅棒棒。初時以為呢個係嘉年華嘅限定款，所以好想要啊。點知活動完咗之後，竟然有 pop-up store 賣呢隻公仔咯。不過唔緊要嘅，自己夾嘅開心啲嘅，意義都唔同。我哋留咗喺度睇人哋夾公仔，睇到我哋都緊張埋一份啊！因為當時周年紀念品區係冇得買呢款公仔㗎，所以大家都好落力喺度夾公仔。見到人哋夾中都好開心啊！最後手痕又夾下 Melody 公仔，又竟然夾中咗喎，勁開心啊！不過大嘅 Melody 係冇手上嗰支棒棒嘅，係得細嗰隻先有迷你棒棒嘅啫。夾完公仔又再去玩攤位遊戲，最受歡迎就係夢幻掟彩虹。呢一個係最後一日嘅情況，每一日都超級多人玩啊，因為中獎機率高。每一檔攤位送嘅禮物都唔同嘅，亦都會每日唔同。第一日有送公仔嘅攤位，最後一日係冇送嘅。第一日排隊係有啲混亂嘅，不過最後一日就好啲啦。但係排隊嘅時間就長咗好多啦。而我好彩啊，第一日就玩咗攤位遊戲咧，每個攤位遊戲都有玩過，最後鎖定咗掟彩虹。你哋估下我中咗幾多限定獎品？所有獎品都勁靚勁高質啊，完全唔捨得開嚟用。啲禮物靚到爆炸，從來未試過嘉年華可以贏咁多獎品㗎。特別要鳴謝當日陪我玩攤位遊戲啦，幫我中獎啦，同埋幫我搬禮物嘅朋友仔。嘉年華入邊都有小食店可以買嘢食嘅，呢度就係周年紀念品區，長期都有人買緊嘢㗎。呢個就係 Bestie Ticklet 野餐 set， 都係好鬼靚啊！因為今次活動有 Anson Lo 同埋 Jeremy， 聽啲粉絲講係要買野餐 set 先可以參加見面會㗎。入夜之後5米高嘅充氣裝置係會亮燈㗎，俾個 close up 大家睇下先。現場仲有部限定拍照機，有6款角色主題相片俾你揀，款款都好靚。今次嘅活動連拎選手包嘅地方都佈置得好靚啊！限定選手包裏邊包括 T 恤啦，同埋頭帶，仲有痛袋、毛巾同埋獎牌。Melody 同 Kuwami 嘅痛袋、毛巾又齊 Melody 同 Kuwami 㗎，獎牌亦相當之靚。周年限定紀念品，但係拎選手包嗰日冇得買，一定要入嘉年華先買得到。連個紙袋都係精心設計嘅。最後多謝大家睇到呢度，如果方便就俾個 like 啦。